卡 Q 了吗？卡 Q 了。这个 Q 很细节，我操，把哥们秀晕了。他要卡2级杀我，我不上当，往后退，等那个小兵快死了我再上去。那你炸了呀！同样是半血，对我玩不了的。他在等3级，3级我也不怕你。快快快，捡人头了，捡人头了！没闪的，好，帮我卡一下剑，兄弟。哎呀，真是僵尸啊！他带的双刃系，兄弟。我的，我没带攻速啊 ，A 不出来那一下。知道他等3级，我可以后撤的。没事，虽然他把我杀了，但是这波他并不赚啊，看上去他很赚，其实玩上来兄弟们都懂啊，这波其实不赚的，这线没推进去，我等级会比他高的啊。看上去他很赚，其实并没有啊。我应该优势他至少半级，而且我们这边经济也是领先的啊，因为什么呢？他是单杀，你知道吧？我们这有助攻的，知道吧？看上去很亏，其实 no， 不亏的啊，只是他看上去有点亏，他去打河蟹了，应该是。只是表面很亏，哎，怎么好像经验条我也没太领先？补刀也没领先，坏，真的没有领先吗？草里还有眼，不让哥们回家。好吧，那就不回了。那的等级应该是差不多一样的。强行打断我，那么多兵线要打断我，那真没办法。蜘蛛不会在了吧？蜘蛛不在。发育的挺舒服的。看我6级直接拿他啊！不抓了，铁刺鞭。哇，一炮双响。金翼小反甲，大胆！什么金翼小反甲啊？6级不是随便打吗？鳄鱼打不过瑞文，那就是纯废物啊！我的熟练度有点低，但是我觉得我6级还是能打过的。死了呀！
黑子说话。往专门的那个。鳄鱼这么屌呢？屌呢？那不然你以为呢？啊？那不然你以为呢？满血直接秒了吗？啊，对啊，就是这样。怎么断线去了？这是什么新式玩法？好新奇的玩法！瑞文也断线。你这好像没救了。OK， 派克的人头，那无所谓的。这波要打，这波要打，这波要打。我要知道什么是痛苦，这就是鳄鱼的统治力。我们少个人直接先锋，他们接都接不了，谁来谁死。这就是大鳄鱼哦。看都看不了一眼。主播真的太有操作了嘛！哎，基本操作，兄弟。好的。我操！这一屁股坐下去，人都给他坐麻了。轻松拿下，我的评价是轻松拿下。没打断掉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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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他吃一层无所谓，我们吃了2层啊，他这个就只能吃1层，2层他1000万吃不到的。可以开始我们的控线玩法了。小线一控，小水一喝啊！这波线会推过去，对，下波线能控，直接拿下。哈哈！哎呦，把人家蜘蛛叫过来，一个人不够打。
哈哈。他会放 E 来补这个的。疯掉了！潘森，你让他来！不用打我，你让他来，打得过我啊？反了天了！他出个水银鞋啊，这装备我靠，一碰就碎。下波就准备越塔了。哈哈，主播真的是太有操作啦，太有操作啦，全是细节啊，全是细节。这就是主播的操作啊！哎呦，没遇到，又想断线是吧？断不了线了，我们这边队友都在，断线就送人头了。哎呦，谢谢。这边还有，这边还有。你好，瑞文。压力好像有点大啊！期间场王者有人打不过僵尸鳄鱼啊？鳄鱼不就是那套操作吗？打死我求你了，来点人呀！上人口，快出自然之力！打不起来，不跟我打。啊，不打那空线了，没有意思。可空了。哎，轻松拿下。啊！我刚刚不是就是66分吗？我刚刚是32分吗？